好多人移民嘅故事都係由搭飛機開始，而我係由揸車開始。幾年前喺美國讀完書，由美國中部嘅 Kansas 州足足揸咗30幾個鐘頭，穿州過省，一路向北，終於嚟到加拿大嘅溫哥華。成段30幾鐘頭嘅路程，一個人一架車，冇退路，差啲仲要炒車。夜晚攰得滯，諗住停喺油站啦，點知仲要差啲俾人打劫。直踩橫跨咗一共7個州之後，我終於嚟到加拿大溫哥華呢個咁美好嘅城市，一切都要重新開始，工作、生活、朋友、身份，全部由零開始。呢幾年嚟，孤單、迷茫、懷疑自己，呢啲感受我全部都經歷過。但每一次坐翻上自己架車，都會記得當年自己鼓起勇氣喺美國揸30幾個鐘頭過嚟。因為車，我堅強起來；因為車，我見識到好多以前從來冇諗過嘅嘢；因為車，我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尤其係一班同樣熱愛車嘅香港人。就算而家喺加拿大仲賣車，我都會經常提醒自己，同埋同我嘅客人講，原來車唔只係交通工具，係嗰個一直陪着你走過低谷，一直陪住你成長嘅好朋友。對我嚟講，車唔係一個產品，係一個情意結。唔知道大家移民嘅故仔又係點呢？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歡迎留言車。